歡迎收聽思前想後天馬行空，讀下啲收錢飛網友留言先。收衣青收咗一條，哇！有財有勢大學生好啊，262蚊位置 Q， 今日得安慰獎，安慰獎好過我啊。飛啲號冇留言啊，不過有貼飛。領航才子如有進區，廖康銘騎師練馬獅王如有進區獨贏位置，話中晒喎。再嚟網友 Benjamin Mock 連冠王位置有咩留言呢？翻本無望咁慘，孤注一擲仲係要輸，咁做咩要孤注一擲呢？不過有陣時贏少少食煲雞糊都精神一陣嘅，都 OK 可以。然之後就係網友賈博士連一張飛話輸少少，領航才子搭二槍精神位置 Q 有300幾蚊好啊！又係飛好啊，即係贏到唔停得手，中完馬又真係三更半夜瞓唔着，真係買波又中800幾掂啊！讀下網友留言先，兩冇4個紅心4個放煙花，多謝卡神精神嘅3個紅心3個放煙花，多謝你啊！然之後 Jimmy 3個紅心3個放煙花，多謝 Jimmy。再嚟係 Nelson 女師兄，多謝用心製作3個紅心，冇係 Philip 亮3個手指公3個多謝。好，網友手語青跟你第4場第5場第3場我要有紅利，好啊！網友張川4個小蝦5個拍手掌3個紅心，多謝你。Stanley 3個紅心3個放煙花。卡神就留言嘅，頭先講完㗎。羅富全蔡明紹抄叉插隊嚇，乜你幫我發明新詞語？冇抄叉插隊呢樣嘢，淨係有死亡交叉同黃金交叉。抄叉插隊只不過係顯結論，就係到底係死亡定黃金㗎。網友通嚟先，早晨啊！第3場蔡明紹齊收錢，心中有數，應該揾個理由啊，幫下佢，等我再下次再買多錢。新你要今日策略，如果頭場輸咗2寶就買羅富全練馬獅王，應該同師兄講有10倍，係啊，有11倍啊。如果2寶贏咗就買羅富全，後邊4場面大家贏多啲。即係新你要係一個頭腦好靈活嘅網友，呢個策略啱。跟住係央確3個紅心3個放煙花，多謝高思時支持先生貼騎師王 T 同埋練馬獅王分析一流，多謝你啊！不過3場我買如有進區，你發達啦！腳拖57，祝大家好運好啊 ！Ivy 謝分析6個紅心，多謝 Ivy。Angel 午安先生啊，而家仲未有時間，而家先有時間聽節目，未跑過馬啊，咁咪唞下咯。再呢張3個放煙花，加油好啊！收衣青跑下突然間話中晒手指公咁叻。趣味練馬獅王復盤啊！今次我將嗰個圖咧結合咗隔夜飛同埋賽後結果，合成一張圖擺喺熒光幕，大家睇可能會容易睇啲，同埋印象會好啲。即係我憑印象講嘅啊！即係我應該係我話鄭俊偉開飛嗰陣時係10號65倍，啲飛完全唔似，但係咧佢就第一場跑隻精算亦然出嚟喎，跑第2喎，後邊全部冇影啊，包括隻有人買嘅金牌活力。如果咁樣睇呢，精算亦然隻馬畫咗佢自己完全唔睇好跑，即係咁樣爆冷呢。呢啲直情係符碌嚟嘅，而且嗰場馬水準好低啊，咁一符碌下次就會熱。精算係亦都係蠱惑。即係精算亦然，下次唔好買。即係練馬師連呢場都覺得冇信心嘅話，走出嚟只不過係符碌，記得。好，第2隻即係羅富全插隊，上邊大衛希斯9倍，下邊偉達16倍，佢插7，即係話上9下16，中間攞個12啊，12插7插得勁嘅。咁羅富全咩插7應該諗住係贏啊，所以我叫大家買2注羅富全。1注沈集成啊嘛，買2注羅富全，第1場2寶香咗啦。好啦，馬力未跑先輸，駿馬之星一出閘就知道佢唔想去，咁即係話呢，佢排到呢個
第5位插隊，即係話佢最熱嗰隻南區之星係幫到佢排第5位嘅。然之後中間發覺有一隻馬機會提升咗，通常都係冷門，就係海豚星，並不是駿馬之星，亦都並不是馬力，所以呢個係符合翻佢嘅。咁當然佢海豚星應該有機會贏啊，全面性取勝機會24分，24分就即係插7倍係合理嘅。插7倍合理嘅，咁你話唔係喎？廖康銘40分喎，咁唔關事啊！廖康銘佢有，佢啲贏得唔係話太過咩，即係贏得好似好輕鬆，但係其實對手突然之間係跑得好差，佢贏得咁輕鬆嘅。好啦，又講翻轉頭，羅富全咁你捉到佢插隊喎，咁佢第一場就死喎，咁啊遞減法買啊，咁你馬力又冇影，通常遞減法我都唔會咁買，我都會等到佢咩啦。等到個第8場開埋先，咁得12分啦，12分唔係插隊啊嘛，咁啊尾場海豚星咪有料到咯。嗱呢啲我真係紙上談兵嘅啫，我話講啊，我自己冇買，真係炒，即係嘥咗。即係你捉到佢插隊，然之後你用遞減法賣，熱門嘅避咗佢，到最尾有冷門嘅減嚟減去得翻1、2隻冷門，咁你買中嘅機會同埋咧翻身嘅機會係好大。即係先嚟一個插隊現象，再嚟一個遞減法。係咪好弱啊？不過我冇買喎。然之後琴日再講係兩注沈集成唔係兩注羅富全，一注沈集成啊嘛。沈集成係7號18倍好吸引，但係佢牌面馬係3隻：精英至尊、宜昌精神、勇威神駒。3隻牌面馬即係24到30分 ，good 嘅有36。如果開呢個18倍嘅係死梗嘅。即係唔係話咩嘅死梗，即係話18倍嘅話，佢唔會係3隻，最多得2隻。即係我諗住佢精英死啊，開宜昌勇威，點知唔係，係勇威死。啲勇威跑到近都唔近啊！即係話佢自己一早知道坐咩呢？坐16望24分贏唔到冠軍，贏唔到今晚嘅練馬師王，所以18。即係跑完第3場呢，已經知道勇威即係凶多吉少，因為沈集成個練馬師王嗰啲賠率 quota 用晒。趣味騎師黃福盤睇翻8號蔡明少出馬5隻開飛20倍插隊啊！7號艾少禮28，10號潘明輝50，即係28、50咪中間大概40到45度啦，當你40啦。40插20係好勁嘅，即係話蔡明少係有料到，咁你睇翻佢係咪有料到呢？但係佢咧20同阿沈集成係好相似嘅，因為佢係3隻牌面馬啊嘛。電訊機上心裏有稅8進巨星駿馬之星啊，唔係3隻添啊，4隻，即係4隻又要插隊，又仲有20倍，即係4隻最熱嗰隻好似係駿馬之星，即係有4隻你應該得5、6倍啊！你駿馬之星都排唔到。當你排到呢個第8位都唔算高，後尾插隊即係冷門有機會提升8進巨星就坐3望2，心裏有數，跑到盡都得個第4，即係初頭打定輸數，後尾發覺有機會攞到6分，心裏有數有機會又係攞個6分，即係12分，所以插隊。同埋咧配合翻嘅心理有數，臨入閘前咧跌到落去大熱同大熱 Q 咧，咁啊大熱 pace 咧 pace 落先嘅，即係擺到明啊！練馬師蘇偉賢覺得隻馬打盡都係 Q 多，win 機會好低。嗱，我哋又睇下其他，因為其他開飛75倍啊嘛，即係話佢有6分到8分咗，12分係冇機會嘅。咁啊，周俊樂、精算亦然、焦點、海豚星唔係喎，16分喎。將精算亦然畫咗就得㗎啦，嗰隻係唔存在嘅，隻符碌啊！即係話焦點4分，海豚星6分，10分。金剛城宜昌精神6分，大學生4分，差唔多啱啊，符合翻嗰個比例。講翻琴日嘅賽果，第3場即係如有中區唔識買啊！宜昌精神即係沈集成金城江係有條人係俾佢開齋嘅，不過隻馬真係好差，但係你冇預有佢會贏咗啦已經。即係宜昌精神，上次的確係見到強敵縮手，今次呢冇強敵啊，跑第2。領航才子末段追上嚟23個34，即係爬贏，即心裏有數，心裏有數打開都冇啊，2個可能喎。
即係跑完之後咧，阿陳華棟話呢個心裏有數咧，正垃圾畫咗佢。跟住大家賽馬人跑台大家都苦喎，係啊嘢，我以後都唔追啊，點啊點。咁啊，次買唔買啊？我淨係知道啊，張寶賢上次話隻馬完全冇狀態喎，得80都唔夠。咁今次有冇80啊？我冇聽喎。咁但係上次個都話呢隻馬幾好，個狀態唔錯喎，係得一個張寶賢話80都唔夠臨場。咁今次冇聽臨場啦，咁係咪即係話每隻馬唔係個個人都識睇咧？有啲馬係某一個人識睇，睇下下次我睇下查張寶賢佢講乜先，啲心裏有數。如果佢話狀態好過以前咧，咁啊唔同。咁但係賽馬人跑台唔得喎，或者馬 OK 冇問題喎，即係80只不過僅僅及你作戰，即係作戰水準啫。即係呢次輸埋打開咗冇咧，下次揾鬼買啊！希望佢下次唔好擺潘頓啦。只係我呢場買單 Q 就跑第2、第4啊，冇買第3隻，所以唔需要解釋。第4場即係聶寶勤跑得好靚啊！蔡約翰揾佢騎呢隻馬，沿途跑啱晒所有作戰方法檔位又好，翻到嚟2步最尾俾人過晒，冇計啦！料係咁多，但係一樣嘢你要睇得出喎，蔡約翰唔會專登將隻馬咧減分降班，走狀態佢係照去，次打喎，即係佢完全唔需要咩戰略考慮，唔需要為自己個馬房增加長頭馬，因為佢都唔自在嗰長頭馬。你隻馬得唔得唔關佢事，佢跑晒俾你睇算數，只會將啲心機花喺有分數嘅馬上邊，喺度遮來掩去，謀求好賠率。嗰啲唔夠分或者即係質平嘅馬呢，佢係次次都搏，次次都熱，咪由佢咯，跑到佢攰，跑到佢散，跑到有冇啊冇，跟住拜拜咯。你要了解阿蔡嗰種做法喎，佢唔會將隻聶寶勤呢執低10分，慢慢揾食喎。佢對佢嚟講冇價值。跟住勇威神駒跑到尾二，即係9檔跟前，即係又想減分啊！即係睇下你下次嗰個排內檔嘅開飛賠率幾多，因為隔晚飛隻馬都算好分，唔遲。揀無可揀都係揀呢隻。跟住第5場勁好運，哇買90幾次先開齋，仲要4倍，真係慘。難為我上次泥地真係買佢，泥地得唔得呢？上次泥地係變化地喎，揾次泥地唔變化，買多次翻本得唔得呢？好啦。單 Q 搭標誌量子又跑第4，咁佢係咪要喺嗰個位度發力呢？即係輸咗梗係賴佢啊！但係我覺得佢冇乜所謂，因為隻馬跑好多次2、3，佢個位發力，佢隻專入直路真係掟得2、30馬位㗎，可惜135磅咁解啫。即係佢都係賭一鋪，但係得唔得啊？佢即係只不過最尾2步俾人過晒啫。即係如果佢搏得啱嘅，贏咗咪話叻仔咯。即係而家咁樣發力跑個第4減1分啦，唔會減2分嘅嘛會。咁啊，大家要知道喎，練馬師肯俾咁嘅指示騎師去做，即係佢同你隻馬喺分數上邊一啲着數都冇。好啦，又嚟啦，星期日又有馬跑啦，揀場最高班嘅2班第6場千多米，全部明星馬。好啦，點買呢？讓榜賽啊嘛，大至尊105分，榜尾瑞盛人生80分。即係瑞盛人分蝕5分，劃咗佢。米奇81分，蝕4分，劃咗佢。點解米奇要劃咗佢呢？因為米奇呢個馬主實在太蠱惑啦，佢運中所有嘅有利條件，掩體，我覺得叫做掩體，即係令到自己可以有個好賠率。即係呢場馬米奇如果係30、40倍嘅，拖一票冇乜所謂啊！10蚊獨贏，10蚊位置。10蚊單 Q 連贏位 OK， 絕對不可以重手，因為佢蝕4分，除非佢真係好大嚿肥豬肉，如果唔係劃咗佢，等下次，跟住再嚟人心星，上次贏完，如果馬會加多個3分就唔蝕，而家冇加3分就蝕咗，贏嗰個經手人係黃志宏，即係冇磅減，所以呢就俾阿楊明倫騎，即係升班試下步速啦，唔好咁搏得咁盡係嘛。啱喺呢個3班上2班，另一隻大浪淘田蝕3分，即係舊年76分贏翻嚟上到82，上次彎位發力，即係情況同米奇一樣啫，呢隻揾食嘢嚟噶嘛，即係舊年揾唔到食啦，夾硬即係揾到一場食，揾唔到第2場，但係又 fit，即係雞糊食多鋪咁解啫。今年繼續揾食，蝕3分唔好滯，仲有一隻桃花開，唔係跛咗嘅咩？潘頓試完唔要喎。叫翻徒弟中翼禮騎，呢隻有機會，點解有機會呢？唔係話佢狀態好咩？我真係唔知佢狀態好唔好，我唔識睇啊！久休新鮮感，咦？點解中翼禮可以減兩磅嘅？咁點解人心星唔配黃志華？嚇，係喎，黃寶妮都係減7，
咁即係人心升死梗啦，寧願唔減磅都要蝕分跑，黐線，冇意思啊！我已經睇錯咗。嗱，呢場馬可以見學生減磅噶，你揾鍾易禮其實你冇蝕喎，你而家84啊嘛，你減2磅咪即係變咗86咯，86冇蝕分喎。舊年第一場潘頓啊，騎到鬼5馬6，姍姍來遲跑第5。愛爾蘭馬4歲桃花盛釘咗過去，就揾隻桃花開，告東尼條氣唔順啊，係要執翻佢一場。呢隻可以做爛㗎，即係好啦，一場馬14隻，10號到14號都講晒啦，10號開始全部唔夠分嘅，唔係唔夠分係蝕分，蝕分之中以桃花開最好。取捨與否，聽下今晚嘅，聽下即係聽晚嘅早着先機。因為我唔識睇狀態啊！如果其他網友覺得個狀態好啊，請留言。好啦，主角係咩？主角梗係潘頓搶翻嚟嗰隻玩笑啦！上次我話佢夠膽死去掹老虎鬚去冚竹園，即係光年魅力都詐輸啊！係佢搶下冚，點知咧沿途冇位，一路塞死喺裏邊。抽個1檔係害死佢啊！如果上次抽6檔，佢未必輸啊！佢有機會得都唔定嘅，佢未揭底牌啊嘛！呢隻潘頓騎咁啦，好啦，嗱你話舊年潘頓騎2次熱門都死咗喎，咁啊第3次仲嘢揾麥道朗28蚊贏喎，咁即係呢隻馬個馬主唔係練馬師啊，即係馬主係唔會志在賠率嘅，係志在贏嘅啫。即係艾少禮舊年8倍贏咗場就錫到個窿啊，點知今年幾次都失運啊！即係今次換走艾少禮換潘頓係啱嘅，因為你今年嘅氣場你馬唔夾，不如換手啊！潘頓呢啲旺到爆，還少幾多倍？還少咪37到41咯，唔會好分嘅。上次就好分啦，即係排4檔，1檔我又冇事，砰一聲彈出嚟；2檔桃花開慢閘，3檔米奇更慢，4檔玩笑撳住啫，已經攝喺呢個奧遊武士後邊啦，又係嗰個位，又係艾少禮嗰個位，即係艾少禮叫位，人哋未必俾佢啫。潘頓叫位啊，一叫就開啊，一叫就中門大開啊，好似紅海咁樣，個個都讓佢俾條路佢出嘅。講下呢場最多人睇好嗰隻球星嗱，佢上次咧慢步速喎，姍姍來遲跑第5，第一隻馬16米從來冇上過名，你小心喎。呢場大熱 Q 咧，布文搭潘頓2搭5，我都好中意嘅，但係我唔敢買，我驚瀨嘢。即係你球星要靠後上啊！睇下步速快唔快，而且隻馬咧1000起加到1200到1400，跑1800係啱段速，1600未必啱段速。優大至尊，你識跑再講啦。好啦，穩陣嘅連人位 Q 係玩笑搭康樂高球，因為上次康樂高球搏過，不過跑翻嚟咧，跑翻去應有水準啊！呢場如果前邊快馬，呢人快馬前邊都唔少嘅，即係康樂高球咧收喺中間。穿到出嚟2、3、4有機會爭，買桃花開只不過搏佢呢隻馬，你而家蝕分啫，其實佢有虛分噶嘛，佢虛分可能10幾20分噶嘛，佢虛分咪搞掂咯。如果佢唔係虛分嘅，係實分嘅，10分就死啦。即係穩陣嘅，還笑搭康樂高球，博冷嘅還笑搭桃花開。好啦，多謝大家收聽，拜拜。